比較好試我哋着褸咪黐過，睇下點。咩啊？攞埋佢攞下啲就嚟拍啦，你有時攞下蒸住紅有乜地方食咧？所有海鮮都係清蒸啊，有啲魚咧當咩骨，好細嗰條好骨市場太大唔好食，10至12蚊個，都要食太大嘅。睇見個好多人都睇唔哥哥話去揾佢啊！佢新聞搬咗去邊啊？門口咯。